嗨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VV170巴士動態頻道。我哋有 Roblox 遊戲，同埋行車記錄及巴士圖片分享。咁樣我哋就正片開始啦。今日嚟到中環碼頭，天星小輪柏629，先嚟介紹下佢個簡介先啦。港島旅遊路線629由城巴營辦，每天早上由中環碼頭天星小輪單向開往海洋公園、水上樂園，途經港鐵金鐘站、銅鑼灣告士打道，然後取道香港仔隧道，直達海洋公園及水上樂園。港鐵南港島線通車前，此路線曾是往返香港海洋公園的黃金路線，定線極為直接，可由市區心臟地帶不停站直達海洋公園，加上提供連同公園門票發售的套票，令其一直深受本地及海外遊客歡迎，成為遊客往返海洋公園的不二選擇。南港島線於2016年12月28日通車後，由金鐘至海洋公園的車程只需6分鐘，車費亦較此路線便宜一半，因此鐵路通車後不足半個月，客量隨即暴跌近90%。城巴最終大幅削減此路線服務。此路線營運初期以非專營巴士運作，於2005年5月9日獲准改為專營巴士路線營運，捉港島及過海巴士網絡專營權，並且繼續由營運2部負責派車，並非與其他港島專營路線一樣，由營運1部負責管理。但2021年營運部門重組後歸營運部港島管理，與其他港島專營路線看齊，路線編號629則沿用至今，成為現時唯一非過海的600系列編號常規專營巴士路線。生於過億年，不見天那面，生於這飛船東面，安於這宮殿。當找到地球這藍綠星，空氣相對穩定，找到這類電腦就實聽，找到這星真高興，成就旅程。騷擾我安寧，引誘生與命，星體那班人不停拒絕去安靜，說我話我鬧我是怪胎，我是有毒有害，對我暗算殺害，我逃到城外，乘着救生艇奔月之中，不出月球以外。這杯茶，離開我吧，低頭看文字的一班土著星體裏喧嘩，留低青銅器作罷，未等雕花，何況說話，壞的嘴巴。當一覺醒來，竟會出意外。星體有飛船飛來，我國界之內，說這部水步進步最高，太過放肆態度，這個跳躍8人都可以當新聞，人類確是太天真。離開我吧，真正躲到天邊，不理萬與萬，離開我吧，喝這杯茶，離開我吧，低頭看文字的一班土著對月球喧嘩，無知
優雅地喝茶。離開我吧，不要搞我好嗎？離開我吧，給你山寨水淹，將你滅了吧。岩漿跟火花，不要逼